台北公馆圆环的改建到今仔早起工程的进度已经达到98%，市府就宣布讲，对今仔早起6点开始开放通车。这个工程本来是要做2个月过，即阵才17天就提早通车。副市长李树川今日就去现场视察，讲这明仔载上班日的车阵才是真正的挑战。 伊九的比啊声一声煞一声，暗过眼前这台车丢拄一个向前验着，退后验着，就安尼卡伫路中。朝市公馆圆环修改工期经过17天，进度达到98%。伊到早起6点正式改造正交路口，搁开放通车。第一天上路驾驶有点仔乱，过路人甲机车骑士也拢需要时间来适应。 往万隆那个方向的，还是往永和那个方向的，都会需要再重新安排一下自己上班的时间。目前还不是很清楚，还是习惯旧的那种。像这一条斑马线刚刚经过，就是还不太熟悉。通车第一天，车驶到路口，拢明显放慢车速，对专心为标线行。 除了如福和桥往罗斯福路方向机车爱2段式倒换，其他机车拢会直接倒换。暗过也是会大专区提供予唔敢直接倒换的机车用。其实不管这个东往西，其实它是可以左转。那这个本身北往南，它也可以左转到基隆路。那原则上这个可能大概习惯上还没有改变，我们会来再做一个先导。 副市长李树川到现场巡视车流状况，伊表示30上班日这是真正挑战，市府已经准备好会增加人力协助速度，同时调整后置时间，因应可能的车流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